连锁超市全联伫咧台中大道的食品处理厂新建工程，19发生9死8伤的火灾。除了让人动发以外，台中地检署长也通知24个证人到案说明，包括现场总负责人甲工程项负责人5个人，让人列做被告。总负责人60万交保，其他的人是5万到40万交保。 厂房已经全告烟，完全看不到头前的路，施工人员赶紧倒去熄火。出外面吧。不过一到熄火，就发现建筑物四边一直冲出高烟甲火星。楼尾顶的施工人员强要互乌烟包围，家己倒伤已经是无可能，干那会当倒去较安全的边仔角等待救援。没办法下去，那个整个楼梯都是了。 专连伫台中大道一间处理轻的物件当日起的工厂，19发生严重的火警，致死9死8伤。检方启动调查，20通知空调设备、营建工程、机电工程等真侪间公司现场作业的人员，计共24位证人到案说明，厘清空调配管施工的情形。最后包含现场总负责人、主任工程师、工程行负责人等5个人，该列作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被告。 拢以5万到60万交保。现场从事空调配管人员以阳乙炔进行地板切割作业时，未尽防火防护措施之注意义务，督导人员亦未善尽督导之责，导致火星引燃 PS 板，进而引发火势，造成本件事故。另外，负责营造的厂商甲监督营造的建筑师，因为涉嫌无按照建筑法、营造业法甲建筑师法。 落实施工管理甲监督营造责任，台中市府也分别移送营造业审议委员会甲建筑师定价委员会审议，会调查处理理清权责了后，按照规定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